每年县市长选举，高雄市即阵就开始咧拼声势啊！国民党的立委郭志温早起甲头一块竞选扛棒吊起哩，也若是民进党迄边区议员罗水荣、柯志杰、林大华拢咧拼初选，一直走行程争取选民的支持。国民党立委郭志温穿野白黄衫，伫党籍高雄市员陪伴之下，去伫顶挂第一个竞选市长看板，强调会对跋倒就会都会徛起来，要重新出发翻转高雄。迄今是我过去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得票率最低的，所以呢，我们面对这个现实，从得票率最低的地方，然后开始站起来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角度，而且重点是，他面对海。面对外面，就好像是我们要把高雄带向更大的一个国际。国民党人选大部分确定，民进党会用初选方式。民进党立委区议员罗水荣、柯志杰甲林大华拢想要争取，针对郭志温看板诉求，这寡无共款，无国民党党徽甲过去传统色水无共，民进党立委有因的看法。他直接讲这一科不一样，那不晓得是不是在偷臭另外一个科批哦？那不过他讲的不一样，我们也很想知道他到底哪里不一样哦。过去一段时间，他不断的攻击，包括抹黑高雄，甚至于这个丑化高雄了。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向的选举方式。为高雄市长陈其迈参加中央敬老联欢活动，罗水荣区议员甲柯志杰除了诉求政绩爱延续，也展现在地实力。林大华认为家己应整合所有力量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啊。事实上，20几年来最扎根基层的、最了解基层的、最深入基层的啊，那也就是许志杰。戴华有最充分的市政愿景，有最熟悉的在地连接，更有最开阔的包容力，整合所有的力量，建设高雄。民进党明年1月决定竞选，国民党要拼立反拿。2026高雄市长的选战是愈来愈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